对今仔日开始，这花莲县府就要来分5万块的现金给灾民，这罹难者家属是有100万。也毋过，这现场的状况是真济，有民众无证件，嘛有人因为是细厝，所以无通随领到钱。也那现场的情形，咱随交互台记台的记者林阿选甲柯明哲。 是主报今日公户乡的居民会当开始领5万块的现金，因为现在是较晚到，所以人也较少。不过对透早画面中会当看到，但是早起开始领钱时，排队的人阵较济，所以也出现现场较乱的情形。有真侪人来到现场，钱无领到，和工作人员未拄好，也有民众因为证件互水抢走，健保卡无相片，无法度确认身份，无法度领。也有真侪民众因为是租厝的，但是细厝的民众爱等到拜二才有通领，白走一撮。 咱来看现场的画面，都被冲走了啊！证件保卡而已。距离目前要开放。常常可以申请，常常可以申请身份证。大姐，你的身份证被冲走了。对啊，就整个都冲了啊，连我的印章也冲走了啊。那因为现在现场的都是有涉及的，那像这种特殊的，我们今天可能他登记也只有1份给我们啊，他那里也没留底，他怎么知道？他就是这个，他没有涉及的，就是10月7号要到月底都可以到光丰农会去领。我们都会补助，不管是房东或是实际居住都是受灾户，所以我们都会双重认定。可是实际居住就必须要有这些证明，我们才可以发，不然其实会有一些金钱的纠纷。花莲县政府指出，领现金的时间是对10月初1到10月31，每天早起9点到下晡5点。目前已共有2000多户会当领钱。今仔日先针对有户口的民众，其他租厝的民众，爱等到10月初7才会当开始领钱。今仔是先针对有户口的民众会当领，若是无户口的民众，就要等到10月初7以后才会当领。另外，若是有证件去有最强去的民众，这个县府是建议会当先到光复乡的户政事务所来做办理。以上是记者第2选柯明哲伫咧花莲连续报道，咱个时间交予主报。